咱哩要来去拍野球，放球。跳起来，厉害哦！但是咱等下第一个毋是这哦，会爽啊哦，会爽啊吼。好，两只手先拍开，哦，你等下学我做。我紧，第一粒就是会安尼。哎，我以后较过来，哎，我来拍迄个网啊。这是一个足辛苦的运动。哎呀，你哦，你射一连较讲着球，啊，你讲着头啊，哦，讲着家己的头。哦，你手就扔去啊，忝啊。哦，来，做好不好？你真正你。真正。哦，水准，过来。哎，啊那个，你看，你头仔无像教练讲的，你爱安怎？哦，来，你看教练开一摆，开动。忝的。哎，好，为什么会忝？因为拜托阿公阿嬷、阿伯阿婶、阿姐阿姨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，爱饲订阅、搁饲赞，还搁有分享予你所有的亲情朋友。阮今仔日要来去拍野球。3个月前，我去练习讲野球，叫是足简单，结果安怎拍拢拍袂着。放球。东山少棒队。所以今仔日我特别来中华的东山国小，这间学校有一支最出名的野球队，也参加过比赛，得过奖，真厉害。我今仔日要请教练教我安怎拍野球。我叫张武超。哦，章鱼烧，今日要来学什么？野球。野球好，来对教练行。好。哦。讲野球甲任何运动同款，一定要是做暖身运动。教练叫我先甲大家做伙走标。是安怎？大家看起来拢袂忝，我有一点仔烦恼。今仔日这集会足忝的，还是点点啊，转去厝的好啊。教练佮叫我去做操。较稳哦，家己跳起来，厉害哦！但是咱等下第一个毋是这，第一个动作，打倒骹，无倒骹，哎，好。哦，袂歹哦，章鱼烧袂歹哦。对。30。哦，咧算啊，咧算啊。大姐，来，你看章鱼烧，你看伊的骹头是，安尼较会酸哦。啊，你规个断落，你身骨头先歹，哦，安尼，哦，会酸啊，哦，会酸啊，吼，好来，好，教练甲你讲姿势，你等下佮加强一下，哦好。30、5、6、7、8。哦，会酸啊吼，章鱼烧，哦哎呦哦，倒起来啊。安尼要练无？要哎好，袂歹，精神就好，来起来。哦，野骹放落，屈落。好，另外一边野骹放落。6、7、8。哦，好，水，来骹嗨嗨，互伊放松。预备。30。哦，袂歹哦，足稳啊，袂使，爱收骹，爱甲骹收转来。哦，紧好调。5、6、7、8。小姐，卡长多少？嗯。
哦，搁一个，搁一个。扔开！跌倒了再站起来。哦，会忝无？诶。我已经忝到软到到啊！即马总算会当摕八达讲究啊！头前啊，你哦，扔开啊，扔开！挑战，等下讲有信心无？有，啊要喝一个无？好，来，加油！这是球棒哦，讲球的哦，两只手先拍开，哦，你等下学我做，安尼对，一条线连做伙甲顶起来。好，来，换你做一摆，安尼一条线遮有无？一条线，安尼摕咧好，球伫遮哦，咱用遮来讲咧，为即个网仔内底。大力啊无球飞袂入去哦，爱较大步的，甲拍武术共款，武术共款。我紧第一粒就是会安尼。你头为虾米讲到这？就是你收下骹，等下咱为顶悬来，为顶悬来哦。正手爱出来，哦来，试一摆。哦，有越来越好了，愈来愈好啊。哦，为遐哦，等下。同款，哦，你看你分开啊，无紧，这较这较重，哦，咱摕较顶悬的，几只大力拍落，哦，有声，来，过来，哎，我以后较过来，哎，我来拍迄网啊，这是一个最辛苦的运动，来，摕较顶悬的，哦，出来。哦，为这个网仔内底拍落，来，无啦，手酸啊！教练看袂落去啊！伊讲伊来做一摆，互我看清楚。大步爱坐落，骹床爱转。有，你有看教练转足紧的？转足紧的。你才会知开拍了稳。来，换你。来，等下啊，我帮你。来，你骹甲这个棍啊平大，来，大步的，较大步的，安尼，免打着，跪咧就好，好安尼，好，来，你袂使叮当，你爱，哦，原地，好来。哦，有较好啊，哦，水。咱先对哦准，较头前的脚，较头前的，好，较头前的，脚在里面，内底，好，安尼来，先倒边啊。哎呀，你射一连较讲着球。哦，你看你我看你还袂会，吼。你袂使安尼，哪有人咧换手的？哦，无怪你袂知，你定稳，坐伫个骹床爱坐落，哦，啊，扔骹你扔骹。教练看我一直拍袂好，只好摕出秘密武器。免坐，要紧。这伊也毋是可以坐呢。这就甲你脚动起来，莫互你后袂走。来，这不对。一个放手。我哪有甲你讲的？你个放手，无力啦啊！会使。嘴巴说可以，身体很诚实。哦，无力啦。哎，两只手爱出力。哦，好，袂歹，过来。哎。
无要紧。你至少无个乌白走啊！来，目睭爱看球，好。无你无看球，安尼，好，水。我甲你放内角球，你就拍有啊。啊，你开较大步的，来。哦，安尼较有力，打较出去的，嘿。好，袂歹，过来。好，压关。哦，袂歹。啊！安怎？讲到卡车，讲到尻川，加油！哦，无要紧，哦，你有咧出来，无要紧，态度有出来。哎，哦，你头变，我袂徛。哦，我头有听到一个风声呢。哦，你即摆换手有力啊，啊，即摆换骹无力啊，来。哦，水。好球！啊，你讲骹搁走伊啊？来，啊，你讲着头啊！哦，讲着家己的头，有清醒啊无？哥哥讲看袂落去啊，换伊来教看卖啊。看准，甲动作做好来，你看哥哥，好嘞哦，手压悬，好。章鱼烧的有没有认真看？有了吗？你看哥哥的脚，好不好？我们的重点脚要定住。好，来王力，等一下，裤子先拉起来。来过来。哦，你尻川无洗，你尻川爱洗。然后用这一只脚蹲地，哎，然后礼拜。反过去挥。哦，果然哥哥在教很有用哦。教练在教太凶都不听。哦，扔掉吧，来送球，不要掉。哦，哇，扔开，困难是有结果的啊，袂歹。哦，那你连手都扔伊啊！哇，忝啊！哦，来，做好看是真正软伊。真假？哎呦，哪有遮尔忝啦？我真正忝到倒伫涂骹，规个人软甲像麻糍，滚土豆粉滚来滚去，等下搁爱练投球。我看我今仔日会做好困。匍匐前进。哦，即马变耳这兵啊！哦。一开始动作都无确实，但是经过教练的指导后，他就慢慢的懂了。你来遮学就是，敢若以后咱大汉要出去社会做头路，无每一项代志拢足顺的，你就是会拄到无顺的代志，像拍球哦，拍无着，啊牵袂准。为即马就咧培养耐受度，以后遇到挫折才会更坚强。啊，拄咧讲会忝无？会，啊，你知影咱棒球队的一工爱讲几粒无？唔知唔知，因一工拢爱讲500粒以上。 500粒。哎呀，你看因练到乌米嘛，有无？哦，因为因的目标以后是要拍这粒仔。啊，咱即马换来练牵球，好无？牵球比迄更较轻松。好。啊，咱即马换来练牵球，咱先为定球开始。哦，你有看这个球红线？对。红线红线，等下咱两个手指啊，等下这两支第二一条线，安尼好，对，啊，其他的手收起来，哦，安尼叫四缝线。为什么叫四缝线？因为你牵落，安尼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。职棒选手咧牵的直球，哦，来，你来试一摆，牵伤远，来，教练甲你讲一个技巧，你等下脚爱压起来，压起来，再压起来，好，还袂，压起来爱动一下，好，好安尼，好，要牵的时阵手压起来，Go，
落头，甲牵，好来。哦，水准，过来。哎，啊你个，你看，你头仔无像教练讲的，你爱安怎？好来，你看教练开一摆，开动，什么叫动？嘿，停，你袂使安尼，爱袂准，袂知，爱动，啊落地，啊牵落，哎要，啊做伙，你看我。做伙，好来换你。哎，啊较大来无要紧，较大来无要紧，免客气。哦，2粒，好，甲1粒就3振啊，来。哎，免紧张，3粒较3振。哦，有，哦，袂歹，来几张。来，安尼会忝无？袂袂。会忝的。哎，好，为什么会忝？因为即马足侪人会讲囡仔无好教，啊，我感觉来拍球，毋若学拍球啊，重点就是学精神甲态度，精神甲态度学起来，这拢是对囡仔大汉拢是同款。好，袂歹啊，愈牵愈准啊！出来无要紧哦。哎，水哦！教练爱比赛牵球是爱几公尺？比赛爱16公尺。16公尺。哎，看好啊！哦，大人的咧。18。哦。所以伊安尼还袂够就落去啊。你的正式比赛还有1胜区。愈牵愈紧啦哦。愈来愈远啊哦！哇，即马愈来愈远啊哦！哎，眼睛很重要，目睭最重要。哦，哎，一记，看遐，看网啊。好。袂使分开，吼，来，加油！啊，无要紧，免客气，啊，较多共款，大力牵，哦，免客气。哎，犀利，哎，哦，你看，你叫去找镜头，厉害厉害，你咧变魔术的。啊，你咧笑你就无力啊，你笑无力，你袂使笑，你巴肚，你喙爱拍起来。哦，等下我先给你特训一下，等下哥哥丢给你再接得到。张开，张开，没有，你要面向我。哎，对。哦，我来。哦，哇，错，进度很快。心跳水，心跳水，好球。希望可以加油，一起加入棒球队，一起练习。哦，心跳水。啊！我发现你心了水的时阵拢牵了歹。哎！哦，水准哦。我为国中就感觉讲，因为拍球改变我足多，我较早嘛会甲人学歹，但是我后壁就感觉讲，加入这个团体生活，我就感觉该做啥就爱做啥，啊对人嘛爱互相尊重安尼，所以教球改变我足多。我即马想讲来教囡仔嘛，甲因愈来愈好。是爱正常，甲大家共款去上课哦，嘛是爱考试哦，无因为拍球伊就会使免考试安尼吼，嘛是爱照常来。因为我发现，可能较早的时代拢会感觉哦，啊你袂晓读册就去运动安尼，但我感觉即马袂使搁安尼讲，让社会大众知道说，打球不是那么的紧绷，也没有那么不快乐，就是可以很快乐，但又可以学习。很多学生他在班上也都是考前3名，所以他们不是不会读书来打球，他是不
兴趣的，真正有兴趣。因为我想讲拍球就是算赢赢，今仔日我才知影，练球后甲球场清理好清气，才是真正咧尊重这个运动。着干那咧甲家己讲，多谢今仔日的拍拼，明仔载我会较厉害哦。你有练到辛苦甲家己头哭无？你无，你当然嘛无啊，你拄我练啊，尔。你平常也无。这台车哪会遮后遮烂？我的报告讲啊，真烂。这台车哪会遮后？我的干部讲甲就害。这台车哪会遮尔后？我的干部讲甲真正就烂的。这架车哪会遐烂？我的干部讲了就烂的。这台车哪会遐烂？我的可以再讲一次题目。我的 PowerPoint 哪会讲甲遐烂？这台车哪会遮后驶？我的报告讲甲就烂的。这台车哪遮烂？我的报告讲甲就烂的。这台车哪会遐烂？我的干部讲甲真无顺。这台车哪会遮后？简报我不会。这台车哪会遮后？我的检部讲甲就歹。好，大家好。我咱听到足侪人有讲到烂吼，就是中文咱即摆讲的烂，真侪人咧讲台湾话的时阵，就甲伊直接讲作是烂吼。中文的烂表示无好吼，这是可能30-40年咧台湾流行起来吼。啊，其实即个烂表示无好咧，咧台湾话吼，咱其实有其他的讲法。上主要讲法有一种是后，啊，搁一种是歹。以后来讲咧，其实咧台湾话吼有一个较常用的词，啊，即摆嘛走入来华语，譬如讲拗步、拗客，即个拗吼，就是无好的意思。即摆咱以中文来思考，就是烂的意思，但是其实台湾话是拗。搁有一种讲法就是叫做歹吼，影片内面迄句应该是讲我的干部吼讲甲足歹的，啊安尼拗甲歹意思有啥物无共？其实因意思足接近的吼，大约啊来分就是讲具体语可能是讲拗，啊若是讲一项代志吼，代志的就较会讲歹，比如讲干部做了足歹吼，啊这功夫足歹的，啊若是拗咧，就是像咱拄仔讲的拗客啦、拗步啦、吼拗车啦吼，啊是讲即个拗有当会讲做拗鼓，譬如讲拗鼓车吼，台湾话敢有用烂？有哦吼，台湾的烂其实就是以字面上的意思，对腐烂吼。比如讲，即个物件吼，一个假期放伤久烂去啊，啊是讲一个空厝吼，照顾甲无好势吼，啊就烂去啊。啊，佫有一种用法吼，其实是软吼，咱甲猪骹吼滚头烂吼，其实迄翻做中文就是讲猪骹要甲伊炖得软一点吼。其实咱中文讲的烂吼，其实你若详细甲伊分吼，其实会当分做腐烂、溃烂、软烂，所以咱把这个想法，搁甲伊转倒转来咱台语，大家就较会当理解。所以后回大家要讲烂的时阵，会当搁先想看觅，敢进行是烂，还是因后，还是歹，会较拄好。这台车哪会遮后？这台车哪会遮后？这台车哪会遮后？这台车哪会遮拗过？这台车哪会遮拗过？
这台车哪会遮拗鼓？我会讲报句甲真歹，我会讲报句甲真歹，我会讲报句甲真歹。讲到咱台湾的肉圆，主要分做两款，一款是用吹的，主要是伫台南和屏东；一款是用煎的。这是规个台湾拢有，不过上出名的，大家拢知中华出肉圆。不过踮咱中华肉圆嘛分做两款哦，一种就是北中华，一个中华是主要圆圆的，用煎的；一款就是咱肉圆的开基元祖宝岛肉圆。伊主要是用手起粒的，伊要落顶油顶进前啊吼，头家搁用手啊甲补一下，甲落油顶。甲北中华这个肉圆，第二这个千盘仔内底去吹是无共款的。你若来宝岛啊吼，是足侪间的。啊，宝岛的肉圆啊真出名，所以嘛拖到咱湾林。啊，这宝岛款的这个肉圆呢，皮是较软，啊内面主要是包笋角甲这个猪肉。啊，猪肉像这间肉圆边呢是后腿肉。爱先生过，啊，甲落包这个肉圆，顶头就是一般肉圆的基本款，就是加豆油、加米浆。主要这个肉圆就是皮、肉甲酱三合一，甲煎甲香香起来了。这囡仔你看，哇，要食肉圆的第一喙就是先分一个，分互伊掠，签一个皮 ，Q， 啊，甲嗦一喙，啊，拌这个内面的无论是脆的笋角。也是肉味吼崩出来的这个后腿肉吼，这真正是有够好食的吼。会当讲是咱台湾无论下晡的点心，还是做正饭，哇，拢是互人感觉真正的满意吼。尤其是下港中南部吼，这个下晡点心的肉圆呢，油香 QQ。咱台湾吼天气是热混混，莫讲热人啦，冬天嘛是要食冰。这时阵，咱来到这个湾林的这个番薯市的八宝冰，啊，而且还开破一个，咱台湾话八宝，伊无的确是八项，同款的像阮民乡拢讲八仙冰，啊，话所在讲四果冰，啊，意思是做青草的意思。吼，你看一间番薯市的八宝冰，哦，有粉角，有红豆，有绿豆，有旺来等等，有影是真八宝，真青草呢。啊，冰一个戳落去，哇！你规个心凉鼻肚开，啊！你汤匙一个卡吼，一个食吼。有影是咱台湾吼，一个热人的时阵，啊是你想要送一个时阵，咱就来食一个八宝冰。有影是心凉鼻肚开吼。啊，咱台湾冰店有一部佫较赞，就是有冷嘛有烧，你看。这个炒冰边啊，落这个小麻糍，软软，你会当搞这个土豆粉，还是这个麻粉、黑麻粉啊吼。冰啊吼，口感是较甜，啊麻糍是软软，啊这个粉带芳开，这台湾人真正是真好命吼。一个烧，一个冷，袂艰苦，是清凉舒适，佮饱甜啊。因为咱台湾的第一政权是荷兰人，啊，进前其实嘛有日本人来，嘛有中国来，福建甲广东，甚至有官兵来呢。有官兵来，咱毋知是要到底是要掠海贼，还是真正官兵有当时嘛会做招数，恁知无吼？啊，但是你会看出讲，荷兰进前，不管是中国，不管是日本。甚至是咱这东南亚，本来咱东南亚毋是有葡萄牙，啊葡萄牙会载印度人，会载这个马来西亚人起来，啊无定因走去澳门，啊嘛会当走来咱台湾啊，澳门人、东南亚的人、中国人，啊是讲日本人、菲律宾人，大家是互相往来中间有人会走来台湾者，但是因拢无嘛，无要共占领领土的迄种野心，大部分是掠鱼做生意，啊荷兰人来。荷兰人本来毋知要爱台湾，荷兰人要爱中国，爱中国澳门、中国的福建，爱澎湖，啊叫中国人赶走，按照国不理中，才走来咱台湾住。咱台湾第一政权开始，就做荷兰人，再来走西班牙人，啊再来走迄个中国，啊再来走英国，英国无来过，英国来咱台湾待留，啊再来咱大家了解，可能话清朝中国，
换日本。咱来讲有统治过，就敢若迄个荷兰、西班牙、英国是郑成功因囝郑经，叫英国人来带入台南，所以因无算统治。葡萄牙人因咧算啦，因拢无统治啦，拢有来过，留一个就走，统治荷兰、西班牙，佫有郑成功，佫来就换清朝，佫来就换日本。这讲起来，这咱来讲出来，这拢毋是本地人家己成立的一个啥，一个政府，拢是外来统治的。那包括你讲郑成功啦，清朝拢是，台湾家己选举出来，迄拢现在的代志。所以咱台湾一直拢啥外人统治，到现在咱台湾的民主出来，咱世界历史还真少呢，都一直有统治对无？咱家己人民家己觉醒，家己选家己的啥，政府出来。